我们先感谢一个人2分钟的时间来讲到这里的那个。现在吗？对，2分钟。要2分钟哎呀。一个人2分钟，报告心得，要给老师听。对。嘉龙，你最年轻啊，来，你来讲。越短越好哈。2分钟。快点，我们是要讲很多话。好，快点。我们有发表就对了。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辛苦了大家！我们这一路来，虽然时间这么的紧迫，但是我们希望下一次有这个更多机会，我可以带更多的安波部落的每一位村民来到这个地方，让他们知道我们安波其实也是很多未发现的一些东西以及人事物。好，希望大家下次还有机会。好，拍手。讲小梅，接下来是小梅。很高兴可以跟老人家一起走上来，然后走上来之后，才发现到自己的体力真的有够差，然后没想到连陈玉凤夫妇都比我们厉害了，尤其是走过那个很恐怖的地方，刚开始走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既然生在安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下一代的年轻人应该要好好去珍惜这一片土地，然后。希望说有更多的年轻人上来，然后来体验说那个走山的这个什么，来走这一趟是很值得的这样子。谢谢。好 ，OK。来，惠美。惠美，各位大家辛苦，特别也谢谢老师今天的带领哦，因为他也有机会来到这里，也很高兴，因为在我感觉好像都是白浪再去登山。真的是很特别，我们以后我们跟张乡来去登山，去体验说我们自己山上的这些风景上，根本那金多我们部落原来还是那么美的，真的是很高兴。希望有下次更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好，谢谢。苏拉。我比他小哎。后面的他说比较小。来，快点。苏拉。我是有中。很高兴，但是我登山的时候，看到每个人都是很高兴，很高兴。但是我看到在这个树上拍照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感觉到很高兴。但是我心里一定会从我心里以前的事情让我很好。好，谢谢。伟光。好，首先感谢上帝，也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能够来这里。那长久以来的心愿，今天终于达成。我要祝福安坡村加油，然后我要祝福所有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们，你们都能够平安。未来的日子，我也祝福大家身体还有掰书满满的，健康满满的，家庭的欢笑满满的，祝福大家。好，谢谢。来，淑珍。我们这些我在那里，我来。感谢神啊，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的村长，还有我们这几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看到也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狮子，更何况我也有这个体验，我带到我自己的地来种哦，就是感谢大家，也感谢老师的带领以及我们的上帝，往后这个就是我们安波好的开始，以上。好，谢谢梅英姐。Mali-mali cemas, mali-mali deswa信息，那么可能给阿弟了什么嘛在，今天可能cemas，真的我很感谢，我更感谢这个老师增加了我这个知识啊，有些那个植物啊，不知道它的名称，现在我又多了这个知识，谢谢老师，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谢谢你。好，谢谢。来，今天你的话，开卡也能够到山上来。来，快点，来。喂，干嘛过的？mali-mali cemas, mali-mali sa laos na kaya teman-teman tadi kita kira ingat itu cuma mga sakit sakit oh kila kila kemlakian macam
Kena tu sa tua cingai mana. Saka malu makan tak semas malu makan tanam na nakamasu tanam na nakamasu tanam na sila mapilih je kamakai. Ana tinggal nak cebili tanam mulaka. Uya kata nak pilih makan semas ini kata kakudai nak pilih makan semas. Skill waktu kami aku muda nak paros. Amin. 好，谢谢，拍手，来，是见证呢，你们可以来。小阿姨，感谢上帝能够带领今天呢，让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上一次中佑给我们那个相片看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到这边？真的我会哭。想到妈妈的那个老地方吗？因为这一代是我年轻时光，常常在这边为了钱这些竹子啊，那个竹笋啊，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经济来源呢？所以一直想什么时候再过来这边。所以今天我实在很高兴。Mali di mo na gibusun na makaya kita beliau mama dapat sungai cuannya uma kerja. 看到我实在是之前的很感身影，动。我还可以到这边，因为我的膝盖已经不行，所以马拉巴看看嘛，感谢主啊，要跟他马拉巴，mali di mo na gibusun ni madai secia mereka ko anak mereka ko betul na makaya mo na maksudnya no mendapat jauh nian sang deh sebab apa cuma nanti cuannya kini mana kerja 会想到以前婆婆他们还有妈妈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苦。妈妈现在我们呀，我忙啊，跟你。好，谢谢我们的阿姨。好，现在是村长。嗨，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天父世界呀，爱去马扎伊拉拉那吃嘛下，真的很感恩上帝这样子，把安坡村，赐给我们林乐班社区村庄，带到这一块地，虽然不跟别人不止，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可能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是山还是蛮漂亮的，还是很雄伟。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透过我们的讲师，如果不是讲师的话，为了要告诉我们，教我们这是学这些植物认识植物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会有这个时间，或是这样子的这样子那么好的时间来山上。我妹妹刚才讲的啦，真的，我们10几岁的时候，甚至国小的时候，这个好像我们安坡村的亲戚的来源。所以我们今天又再次回到这边，真的心中有很多和太多的那个怀念。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到这边来，希望我们的村庄能够日什么增上，日增上，增上对，我们的希望是这样，也感谢发展协会啊，尤其中佑他一直这样子努力不断的要安排得到就是弄个时间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我们下一波或者今年开始，我们要特别要想我们要怎么样做，把我们这边的山。让游客能够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是这样子。希望透过我们的讲师也告诉我们、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应用这个地方，让许多的登山客了或是外来的人能够欣赏我们这个美人山。我的希望是这样。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讲师我要介绍的话，这个智能儿这个他有癫痫的病，还有。我那个弟妹，她也是有轻微的中风。我们最年长的一个姐妹她那个她的脚也2次开过刀。我妹妹她这个什么软骨也换过2次。我那个还有一个表妹，她也是
那个跌倒要爸爸水灾要去看他的地的时候勘察，结果又跌倒，还没有他的那个拐杖，他就拿下来，又回来到这边，他就来了。哦，我们都真的是都有问题啊！我的儿子伟光啊，我的姑那2个又胖胖的，我们这家人都是这样子，今天来的没办法真的。但是我们能来，已经算不错了。那些健康的人，他不见得。